迄个上帝吼，伊要将伊的荣耀，会丰富，要伫咱主要所基督的内底，要补足咱的欠缺，要补足咱到有剩吼。所以，迄个上帝赏赐这么好的地上，互咱来享用，咱爱用感谢的心，咱来专心注心伫上帝的身上。好来，咱唱，咱来，过来257首。咱的心目爱主敬步，安尼对不对？好，来，请苏婷甲咱传者。大家伫内心准备今仔日的礼拜。两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是受人主的开始，咱做伙同心来敬拜主。咱即摆用1分钟的时间安静咱的心，也请将咱的手机调向最无声，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主耶稣讲，日期满了，上帝的国份啦，恁着反过来信服伊。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圣诗70首，圣诗70首，上帝管理天地甲海。
贴的用许多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我是用专业创作音乐的主宰，我是亚洲一个相对的信仰，来自对信仰的爱，对价值观的事情，对人的情况，对性的吸引来找的礼物，对三类对象的话，你他对专业的也给大家来说。我是天空的高伟，最高的时候，最下面要给我另外请坐。这是咱用启用的方式，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向西后面启用文第4篇，向西后面启用文第4篇，就是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属性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献地花的罪，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所以，互我的地是真水的所在。我要学落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人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今仔日是中秋主日，普天的纪念主耶稣徛入进入耶路撒冷。侪侪人用中秋节用衫铺路，大声呼唤何塞那。但是先去接续，救主就爱面对伊已经顺服所有恁的苦悲，为着世间众人侪侪救赎的受难，按着即个圣酒，大家就来亲思反省悔改，还着怎样做，才会得到天的接纳。但你过着正常的生活，其实耶稣是安怎谦卑受刑，就是一个苦痛。亲爱的主，伫阮要转型做小组化的教会过去，阮感谢主带领道牧师，甲侪侪愿意受装伊的同工，完成连续3礼拜小组长的装备训练课程，来献上感恩。也要为着续落来幸福小组的课程，向主祈祷，求主继续引带祝福，愿意甘心乐意来服侍的每一位同工。阮开始要出去传主的福音的时，互迷信的人会通对阮去感受到对厝内的平安甲喜乐。求你帮助阮，单单相信跟对主，放下家己的感受，放下所有的困难，互主你来使用阮，造就更新阮属灵的性命，也是见证主的大伟大。积极引带人来信主，完成主你所爱阮爱完成的使命。主啊，阮也为着阮教会1楼甲3楼礼拜堂的整洁干净来向主祈求。求主赐予阮的教会，每一位同工对你来的智慧，来发挥无共的文书，用合一的心志，谦卑阮家己，主来引带阮，使阮较实，让阮时时祈祷交托主，顺服主的旨意。你所要为阮南口教会举办的，是目睭袂捌看见，耳通袂捌听见，人的心嘛捌想着的。人民人的主，伫即个季节交替的时，我求你保守阮，看顾阮每一个人拢有健康的身体，特别是阮当中有身躯欠安的兄弟，无论伊是病人、安养中心，还是伫厝内咧疗养的，求主甲因同在。你的稳定教育力量，性可外可力，来得到好的身躯早日获得健康。阮也要为着阮当中失去亲人的，求你亲自安慰。你的灵甲因同在。稳定中有光芒，有时因经过即款的痛苦，
我也恳求主带领今仔日的礼拜，赐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但阮的心来领受伊的话语。我的祈祷无完全，就是我要用主的教是阮的主标本，同心来祈祷。我的天的人，我的良心，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强，你的意亲像天意。我的心的了我，下面的我的国父，请你管了下面国父来讲，你所发的意思，给我管理的爱，你给我管理的灵恩，我是受大家有情，阿门。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4章37节到38节。马太福音第24章37节到38节。佮亲像那哈的日，因主会阁来，也要安尼，因为大水会来升起的日，人咧啉食嫁娶到那哈日大顺的日。佮亲像那哈的日，因主会阁来，也要安尼。大水会大升起的日，人咧啉食嫁娶到那哈日大顺的日。这是圣歌队要用诗歌，银河山啊归君王，银河山啊归君王，带咱做伙来同心向上帝献上欢乐。Thank you.
请咱本堂音乐师来分享，今仔日的题目是民主的日子。今晚大家平安。感谢主，咱来进入这个大讲节期中间真重要。今仔日是咱所纪念的中秋节这个主日中秋节主日总数主日中秋节主日，这真重要意义咱知影受人酒就是耶稣受人甲国活的这个礼拜的节期。是为了要纪念迄个时阵所连续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咱咧经过即个受难周的过程中间，咱可能爱用比较久的时间，咱教会的网站逐工拢会这一天对今仔日开始，教会的 FB 拢会写一寡咱有关受难周的遮个文章、甲记载、甲历史，互咱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礼拜中间。咱安静咱的心来纪念孝念主要所为咱死的这个过程。第三日伫后礼拜日，咱要来庆祝主国活，所以主日咱遮来做遮的纪念。所以咱用一点仔久停落来时间，休困的时间，咱回顾耶稣是安怎样落实伫这个世上的这个大使命。所以今仔日第讲中秋主日，由今仔日开始，咱知影讲即天就是耶稣骑牛进入耶路撒冷，受到众人安怎惊死呢？欢喜惊死，就敢亲像撒加利亚第9章第90所有言的有表，就是耶稣来的时阵骑牛毋是大只的马，毋是所以众人就引用诗篇118篇的话，大声学了以色列的王来，所以因伫遐咧掠这啥中秋节，中秋节来迎接因5万的迄个君王。所以中秋主日其实真矛盾，真矛盾，因为对伫众人掠即个耶稣来是要为着啥？推翻即个罗马人。罗马政府要复兴啥以色列，但是事实上耶稣来，伊用无共款的理由来到耶路撒冷。咱知影耶稣确实是君王，但是伊毋是要来推翻罗马政府，毋是，毋是，伊是要来推翻罪跟死亡。这是耶稣来的目的。所以以色列百姓甲耶稣的使命中间。真大的落差，所以直到耶稣伫即个礼拜，要结束的时阵，最后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伫中秋主日的今仔日，咱会当用一寡时间来思考，真正用即个万王的王的身份降临的耶稣，伊实现上帝的百姓所期待所有的预言，所有的应允。所以，伊实在是迄个掌管所有一切受造的君王。有一天耶稣要倒来有一天耶稣要倒来，对面周的万物拢要归伫伊的权柄内面。所以，咱即礼拜的时间，牧师做一遍重标，咱的周报嘛有写，等下咱书会报告的时阵嘛会搁提醒，咱毋通宴乐，毋通宴乐，毋通咱会当虽讲这是牧师讲的一个所谓规定啦，但是。我知影自由的世界，自由的即个社会内面，咱无必较永远有侪爱应受、爱达方面求主怜悯保守，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节日。咱就间部分对今仔日开始，希望咱兄弟姊妹爱会记哩一点。今仔日要用即个题目人主的日子，要搁提醒咱兄弟姊妹，人主来的日子。真正是无人知，但是咱来珍惜。要开始之前，邀请咱三角来祈祷。求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伫透早的时，阮来到上帝你的殿院，当阮来思考，伫即礼拜久的中间，
阮知影，主耶稣你受难的过程。主啊，上时阮伫即个世界，让阮看到侪侪天灾人祸，由阮一直不断在阮的生活内面来发生。主啊，恳求你怜悯阮，关顾阮，也保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顺境逆境，阮求愿爱定睛伫主耶稣你的心上，互阮来体会到迄个对死人中搁活的耶稣，帮助阮会当看透世间人事，专心来对对主。感谢天父上帝，你互阮会当有做信仰反省的时间甲机会，阮来好好把握，互阮嘛会当闭关好势，阮的心来调见主的面。主啊，阮特别恳求你，伫章秋主日的时，阮来思考这件事，啊，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阮的信仰反省，甲主更加激励。感谢主，求主保守带领，互今仔日讲的、听的、变的，得到你的。感恩求奉主的圣名，阿门。人主的日子，人子的日子。我咱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这个911啦吼，毋是迄个乐团啦吼，是迄个乐团，吼是美国911吼，今年22周年啊吼，这是20周年时阵的纪录片，咱先来看。Just being told what's happened here is that a plane has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兄弟姊妹，我毋知影咱有啥物款的感受。这是22年前发生的代志。我会记迄阵啊，我伫北河教会牧会，我拄仔做传道书，会友敲电话来讲，牧师牧师，你今日看电视，我甲个电视拍起来看，真震撼22年前咱即马其实遮个人，当然咱人拍过网络有真侪网络顶悬咧纪念即件代志甚至有拍电影，有做，互咱真侪的反省，互咱真侪的反省。所以对即个事件，其实牧师提小可较大一个即个事件这当然是较远伫美国的所在但是即件事件嘛帮助咱来思考真侪问题真侪咱应该爱面对的代志所以当美国的即个双子星大楼即个咱所谓的恐怖分子用民航机即个炸毁即个过程中，咱大家其实伫当时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拢毋知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等着讲哎呀代志大条事态严重所以整个美国对即个民亡中间来醒起来迄阵开始人就真细致调查局嘛咱知影这一定会来调查伫遐全面出动甚至全国即个决定要用即个所谓的恐怖主义伫遐来报复所以美国伫遐看即个所有的国家内面都规个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国家是讲即个所谓的恐怖主义的遮个国家嘛，对伫全世界伫遐来发动所以嘛讲咱台湾也是嘛有啦嘛是20年前遮个故事真多所以遮个国家拢所谓的当时一个人叫做宾拉登伊诚做观察的对象所以受到讲严重的遮个咱讲飞机飞航工业就开始伫遐来想办法讲要安怎样来应付遮个所谓恐怖分子所以咱会当看到，其实这甲人权有关系，因为安怎要甲你抄所有的物件以前即个安检真紧过，但是对911了后，安检更较严格所以对到迄个真侪的即个所谓人权的物件，拢绑上去，无去全部收得干干净净这个机场逐所在伫遐这20年以来，我相信甲20年前甲20年了后的变化其实是真大所以咱看到拄则迄个影片，我是经较无遐尔即个恐怖咱来上网看，你着拍911事件其实足侪，有诶报道1、2点钟诶我经红底3分钟，真简单安尼来描述当然，这内面有真侪诶故事，电影我嘛捌看过真感动人诶故事迄个要离别打电话要甲伫个飞机顶悬打电话甲即个厝内面诶人说拜拜安尼迄个情迄个故事真侪诶故事有诶是倒摆是讲我迄工拄好去买一支咖啡迟到然后去买一支咖啡我迄工拄好请假无迄个可能伊伫迄个双子星大厦内面伫遐咧工作，或者会死伤搁较侪，所以将军要挖3000人左右，伫个2点钟内面伫遐，甚至有会为顶悬要生存跳楼落来。跳落来，说不定还可以被救起来，但是咱就知影这个过程。所以即款的场所、即款的场景、即款的感受，其实伫耶稣的讲话的内面，早就会当看出来，早就会当感受到。伫个圣经内面会记载，耶稣伫当时咧讲的有言的话，嘛会当看得出。今仔日咱看到，特别这2节的圣经在，那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嘛要怎样？当安怎洪水、迄个水大水进前的日子，人照常食穿嫁娶伫遐直到进入到安怎大船迄日
不知不觉大水就来，甲因拢总看目。啊，耶稣讲哦，讲人子降临嘛是要安尼。亲爱兄弟姊妹，牧师今仔日毋是讲要来甲咱吓惊，但是是提醒，包括牧师吼，咱拢总提醒即件事。人子来，咱的主耶稣要来的日子嘛是安尼。有人讲不知不觉啊，有人讲有掉头吼，走掉头，有迄个象征预备知影。不管安怎样，亲爱兄弟姊妹，耶稣的结论就是一件代志。耶稣的结论一件代志。拄好咱再来过即个受难周、受难的节期中间互咱会当来思考遮个代志。耶稣的结论是讲，你们要警醒，爱警醒，因为毋知影恁的主是倒一天来。所以这2000年以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2000年以来，主耶稣出世了后，这2000年以来，这个警醒这2字，一直就是咱基督信仰的生活的态度啊，是毋是？咱生活的态度就是警醒嘛，是警醒。所以咱随时拢爱备办好家己来迎接主日。所以伫遮牧师当然免问咱即个问题，咱敢准备好啊？亲爱兄弟姊妹，会问你准备好啊？你若准备好，当然咱就继续有咱伫世间的生活，直到天主的位。好来，咱对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的角度，历史的假释就是假释咱讲人对伫灾难的影响，也是讲对伫灾难的遮个警觉的能力，人对即款灾难的看法感觉是低落的。一直是这样，一直是真低，一直甚至代志发生了后，迄个反应的能力嘛无法度达到100%。比如讲去甲人安慰，比如讲去安怎样帮助，咱看用911即个例就知影。咱拄则小可即个影片有讲到有看到，真侪人伫遐现场的人看到。这应该拢是较足远的人看到的伫迄附近，迄倒落来附近的人嘛是走袂离的。迄个石头仔电视嘛有但是远远的人看到，因遐反应的能力是啥？王喙嘛。我毋知影你感觉看甲安尼王喙过？王喙。牧师有一个经验，甲人翕摆，以前牧会的教会，有一个少年人，伊家己自杀，迄个现场，真无好办。我甲人翕摆去，嘛是安尼王喙，目屎安尼滴，王喙，迄个感觉，因为你看到你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啊。当你看到迄个大楼双子星大楼倒落来了后，当你想到你有亲人伫咧内面的时阵，王喙毋知要安怎处理，所以咱的态度嘛无法度伫遐判断，规个人拢戆去。所以耶稣使用的例是啥？是拿阿时代大水的例。耶稣使用的是迄个例。我想有真侪伫圣经内面会记载，比如讲真出名的即个所罗马五粒，嘛是共款，伫即个毁灭进前，人拢是用一款毋知影，也是讲看轻的态度，看轻的态度，伫遐来看待啥物灾难啊？看待灾难即件事。甚至有人会认为讲，一切有关灾难的言论，拢是啥？拢是危言耸听的，拢是无负责任的啦。所以生活是安怎？免惊啦，可能袂甲我即个阮的厝里诶，袂轮到阮啦。大多数拢有即款的态度甲想法。做事拢共款。无得讲伫咧911发生的时阵，伫美国嘛是真侪人类似安尼。这是迄边遐发生的代志。咱
就是共款过日子嘛。你看哦，即个日子安尼6久过了22年啊，吼，即件事件吼，啊，咱看921大地震，吼，即件事件嘛是，吼，嘛过了差不多25年啊，吼，25年。真侪咱台湾发生的大代志，吼，嘛拢经过足侪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那当在咱真正面临临到的时阵，人有拄时啊，咱感悟拢伤慢啊，拢伤慢。就敢亲像咱啊时代的人，伊安怎样嘛想象袂到，安怎迄个世界伫当时的世界，哦，哪有可能山顶淹水？哦，所以现代人，特别是啊，咱讲美国人好啊，哦，伊安怎想也想袂到，讲即个世贸大楼真正就是安尼倒落去啊！迄两栋双子星大楼真正就是安尼来倒落去啊！哦，啊，甚至是第一栋互攻击的时阵，还阁反应袂过来。所以摄影机伫遐咧翕的时阵，哦，全世界的人安怎咱讲眼睁睁真正吼。我相信20年前，咱若开迄个电视咧看的时阵，你著看到眼睁睁，啊，著伫电视即边遮咧画嘛，对毋对？哎呦，安怎落落去啊？落落去啊！我迄阵仔嘛感觉真正敢若是演电影的感觉。所以全世界人目睭紧紧看第2栋大楼飞机安尼冲入去、落落去，所有的人，所有的感觉是讲啊，自我骄傲的人伫迄个瞬间安怎拢无有能力，你我咱拢共款，伫迄个瞬间拢，哎哟，拢会讲太安尼。我拄则有一个即个影片内面一个姊妹伫讲 Jesus 有无吼？伊呼求主名嘛吼，啊当然可能毋是啦吼，但是就是迄个用词就是太安尼，天啊，哦，太安尼，你我无得看嘛是有即摆，哎呀太安尼。哦，甚至可能嘛有人讲求主怜悯，哦，求主怜悯，求主赦免，哦，求主拯救，拢有。所以即摆嘛有真侪人，包括咱做基督徒的，有拄时啊嘛会丢除呢，啊嘛会安怎，嘛会想讲无相信耶稣会阁来，啊是真早就将耶稣基督的话伫遐来放袂记。咱竟然想袂到啦吼！有一句话嘛，哎呀，我想不透，我竟然想袂到，迄个代志，逐工我拢会拄着，竟然想袂到，怎么会这样？哦，那伫生活里面定定拢会，啊，他会安尼，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的？哦，你股市上万点的时阵，哦，进场的人绝对袂想着讲，哎呀，他会做，他有跌到剩2、3千的时阵，啊，嘛有真侪人嘛想袂到，着讲啊，我互公司裁员，发生车祸，后咱就知影吼，发生车祸的人，所以咱拢无法度去想象迄个瞬间，讲发生车祸就是瞬间，哦，一瞬间，无准慢慢发生过，哦，迄个。右转，迄行啊，右转，后面乌托邦就落起来。我嘛毋知，我奇怪，乌托邦是对倒来，啊，就对后面啊，啊，就是安尼落落去啊。所以想袂到，就是迄个一瞬间，看边的代志想袂到，旁边健康呢，啊，你做一遍健康检查，讲嘿，我还太呢。爱几多，爱注意的，想袂到，所有的意外，就是当然咱讲意料想之外的代志。所以咱还阁会当夸靠啥物？亲爱兄弟姊妹，包括算命的人，伊逐工咧经历互家己那种惊心动魄的事情。所以，世事是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咱爱要安怎样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特别伫咧受难周的节期中间，
所以邀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来思考即件代志。你要安怎样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真系兄弟姊妹，你准备好啊无？所以耶稣伫咧即整个即段的经文内面，其实咱会当来看伫马太福音24章24章你著来甲看，你著会当看到真后文整个即个结尾的时阵是安尼讲，所以恁著爱准备，因为恁想袂到的时阵，人子就来了。你们想象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咱是要明白啥物呢？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我咱要明白啥物？当然，以我个人的想法看法，所谓备办，就是用一个咱即个积极的支持，积极的健康慎重真稳重，而且心态来处事看每一件代志。认清楚讲家己伫世间，当然咱知影咱是寄居的。即个世界有一天真正拢会过去。我真正发现讲，年纪若愈来愈有的时阵，确实有影，咱的兄弟姊妹，若较年长的兄弟姊妹，咱就会当去感受、体会着。我嘛定定用阮兜内面来做例嘛。阮搬来东口服侍，我的囡仔国小2年级。即摆即几工拢在考大学，拢去甄试，去各大这个院校甄试，去考大学。已经对即个7、8岁，到即摆17、8岁无对，差不多17、8岁所以真紧时间咧过就是安尼。我会记我来服侍的时阵，咱43岁，40出头即摆53岁、54岁我无咧想讲，咱即摆3月底啊呢，前几工咱还咧讲是咧过年嘛，哪会遮紧一季就过啊？咱阁有3季阁来咱教会，当然咱借着教会咧较好，也是讲教会的日期咱咧行教会的遮节期，咱咧行也是讲甲国家甲即个世界的节期咧行阁来就是啥？当然清明了，阁来就有真侪无共款的节期，咱的教会嘛是咧庆祝，嘛是咧纪念，阁来就到圣诞节啊，大家拢真无闲。当然，伫信仰的团体内面，咱的无闲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是知影要安怎样。但是，咱去看，结果有真侪人因逐工咧过一块忙忙了了的日子，忙忙了了的生活。即个兄弟姊妹，当然，今仔日牧师咧分享的是讲人子的日子，咱嘛知影讲耶稣啥物时阵要来，无人知影。但是但是就是耶稣爱咱过一个啥？咱讲朝向他。咱讲朝向他的日子，这实在是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因为咱伫生活内面必须要面对侪或者的事物、世间的事物、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关系、夫妇的关系。即摆的人要结婚拢真紧，因为安怎？毋免透过迄个公共的仪式，比如讲咱先爱来教会结婚。做一个礼拜，结婚礼拜，即摆较无共款啦。最近咧拄着准备咧结婚的几对咱教会的青年，我想讲我先登记了，然后再那个就好了，再来补这个结婚礼拜。我听过其他我的同学的教会咧分享讲，那有因着登记了就连。结婚礼拜就有要办的，因为合法嘛，登记了就合法。当然，这就是信仰做咱做信仰的反省。时代在变迁，真正无共款。迄个年代，而且咱年纪愈来愈有的时阵，你感受着讲时间的有限，你佫会感受着讲咱的信仰对咱来讲有啥物款大的冲击。
冲突，也是你共款一工过一工，伫遐，咱讲感谢上帝，但是你心内面嘛是麻木不仁，做一个所谓的信徒，毋是温度，其实基本上当然咱爱诚做一个温度，先我靠有动咱。你来兄弟姊妹，耶稣今日透过这段经文嘛，提醒咱爱预备啦，爱准备备办。咱想袂到的时阵，人主就来，咱要备办啥物呢？就是我拄则讲用一个积极的、积极健康慎重、沉稳的心态，伫遐来做每一件代志伫世间。知影讲，清楚知影讲，咱就是一个寄去的。世间有一天拢要过，世界有一天拢要过去。咱应该伫上帝面前完全谦卑家己，煞是伫有限的时间内面去做同重要的事，完成人生内面同重要的任务。昨姚伟新兄弟，伊做第礼拜，牧师用未完成的梦，甲在场的兄弟姊妹伫遐来分享。透过一个反差的经文，因为在后书4章7节8节，提摩太后书的4章第7节第8节，这是常常咱拢听过的经节。使徒保罗勉励提摩太，使徒保罗其实我咧想伊虽讲安尼讲，我已经跑走人生的即个道路真应该真会稳稳，赚赢即场即个战场嘛，拢赢OK 拢备办好势无问题啊。不过我想，人毕竟是人，上帝所创造的。我觉得游玩还阁有侪未完成的梦，未完成的梦。歹势，你迄个未完成的梦，未完成的梦，有拄时啊是第二一世啊。未完成范围较宽，包括无得较你后悔的代志。无得看你真正还袂去完成，想要去完成，你的印清单内面有一个电影，咱嘛毋知有看无迄个清单内面，你爱完成，今年甲完成，完成了后，其实还阁有啦，就是还阁有。所以，耶稣爱咱伫个有限的时间内面，爱做一般的工作，所以讲无法度100%来完成，总是求主来领领帮助咱，会当定睛注视来看咱的主耶稣。所以说书天地拢要废无，总是上帝话却袂废无。那安尼咱就应该爱跟对耶稣基督的话语。内面一定有侪的线索啦，线索。去认捌创造天地的主，了解伊的心意，认真伫遐来读圣经，因为内面有因缘话，就敢若亲像牧师其实拢会强调的啦咱其实一世人拢爱建立一个用圣经诚做中心的因缘话的一个价值观。我讲一遍，咱应该一世人爱掠上帝话，就是圣经做中心，来做一款因缘话的价值观，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人子的日子，人子啥物时阵要来？咱的耶稣啥物时阵要来？所以讲，咱应该准备好，咱应该爱准备好，做好啥物死的准备嘛？是毋是？做好面对着每一遍的灾难的准备。做好承受迄个因缘话的准备。迄个事实上，也就是咱爱做好朝见主的面的迄个准备。
伫台语场，无得卡，咱有小可较济，咱连长的兄弟姊妹伫遮来组织，讲遮的无得卡，咱或许听得进去，哦，啊，咱若伫华语场会讲遮的无得卡，咱一个华语场有足少年的吼，国小5、6年级的嘛有，哦，你甲安尼甲讲无得卡，伊还年轻呢，这是咱的价值观，哦，咱普遍的价值观就是用年纪来做分别。对啦，错了。即是咱若会当看到迄个上帝国的价值观，我相信，我相信，咱的教会，咱咧聚会，咱咧团结的生活，教会内面的团结生活，小组内面的团结生活，安尼咱知啦吼，小组内面的团结生活，就是做伙，伫日常生活内面做阵，即个灵修祈祷做阵伫遐来。看上帝话，实践上帝话，伫咱的家庭内面，伫咱的小组内面，我相信这就是咱在做准备。我嘛知影讲，咱拢还未准备好。当代志突然来的时阵，咱拢还未准备好，包括牧师，这咱拢爱做伙来继续做信仰的调整。所以，主的日子，愿主来帮助咱。当然，牧师袂逐礼拜、逐遍讲道拢讲这，这是一个提醒，嘛拄好，咱伫咧即个受难周的这期中间，好好来思考甲上帝的关系，咱兄弟姊妹的关系。感谢上帝，咱即摆伫每一个小组，我感觉每一个小组的凝聚力拢真强、真好。咱透过伫小组内面，会当搁较济的分享。小组有一个真好的，就是伫小组内面讲的代志，绝对袂摕出来外口伫遐讲。小组员每一个人拢真亲密，伊拢知影咧安怎样帮咱艰苦的兄弟姊妹，也是分享迄个快乐的事，斗相共、斗分担迄个艰苦的事。毋通咱伫世间有限的年日。以牧师来讲就好啊，即摆50几啊，搁来60几啊，真紧，来70，退休啊，像地方会牧师安尼，即个蔡茂堂牧师安尼，因拢做自由的工，无得讲就是搁来就是即个模式啦，我咧想嘛，家己安排，搁来是安尼，搁来，嘛无得讲是像我伫艋舺教会服侍。我以前的主任牧师，退休了后，无到3年就上帝调走去啦。毋知要安怎样来过即个日子，但是真重要是，咱是毋是有甲上帝做真水又好的结合？透过圣经的话，咱是毋是会参与伫小组内面？每一个小组，咱伫遐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勉励。互相求进步，毋是闹鬼啦求进步。愿主祝福，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是阮知影主的日子伊是要来，阮无清楚，总是阮知影，因为你有甲阮讲过，互阮会当更较了解，知影讲要安怎样备办主你来的迄个日。无得甲阮即世人无法度看到主要来迄个日，总是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生命会结束了后，会当真实来问你真侪的问题。迄是伫阮世间，有真侪疑问的事，阮所提出来，所想。阮会当安尼来做，表示阮伫备办，阮伫准备，要安怎样来见你的面？阮要安怎样用啥物款的心态、心情来见你的面？感谢天父上帝，你听阮，让阮伫世间，无论是长短的日子，互阮会当借着信仰的团体，阮三甲有遮来结合，三甲来勉励，三甲来互相鼓励，阮彼此伫上帝的听内面来成长。当阮有拄着患难的时，阮毋是阮家己一个人伫遐咧经过，咱是阮透过阮的兄弟姊妹，无得较伫小组内面，伫团结内面，阮会当有即款的功力，
阮知影，阮拢是受你所拣选的百姓。你听阮，嘛帮助阮，互阮会当经过，就敢若亲像大笔所讲迄个死荫的山谷，带我到安静的水边。主啊，阮感谢你，互阮的灵魂会当来静定，嘛为着你的名，带阮来行你的路。主，阮搁较感谢你，虽讲阮经过迄个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阮确信主你甲阮相共伫地。你嘛通教阮用你的推甲款来安慰阮，通教阮，互阮的灵魂会当静定。你嘛祝福阮，引求我阮的头壳，互阮的生活内面，互阮的工作内面，福杯满溢。所以，阮相信一件事业，就是上帝你的恩典甲慈悲，嘛的确缀阮到一世人。主啊，阮感谢你，阮抱着即款的愿望来备办阮要调见你的日子。伫迄日，阮相信，阮虽讲无在较嘛会惊吓，总是阮会当有准备的时间来备办阮的心，甲你相结的。感谢主，嘛祝福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当即个受难酒来临的时阵，互阮会当好好啊去思考民主的日子要怎样到阮遮，互阮会当看见迄个搁活的主带来极大的愿望伫阮的生命内面。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的吟会的诗歌，咱用圣诗257首，新北恩主建构。圣诗257首，新北恩主建构来回应主的呼召，请咱起立来吟选诗。最后。
我来报告，请咱下几周报。头一点是本周的小组的时间甲处理的规划，请咱家己来看。下几周内底，东港的事务部分后礼拜处理是倒牧师，其他的服侍东港请咱来家己处理的服侍的时间。有的人数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我即摆来本会的消息。第一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会交会幼儿行定期董事会，请东港有心参加。第二点，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是受难周的开始，这是基督伫世间生活的最后一周。咱伫受难周爱纪念基督，会咱人受审判、鞭拍到最后，定时是地点。请兄弟伫本周徛免任何其他天路的活动。过简单朴实的生活，保持甲主同受人的心。第三点，本会倒牧师要伫今仔日下晡，甲后礼拜下晡2点到5点，要进行联合小组同工训练课程，咱继续关心内道。第四点，为着要互兄弟更较清楚奉献的科目，小会决议将建筑基金改做教会修缮基金，建筑基金改做教会用电基金。第五点，台北中会西区联合受难礼拜要定伫3月29，即礼拜5暗时8点，伫五股教会举行。调查到今仔日礼拜3，请要参加的兄弟到后面的公报拿登记。第六点，后主日是过偌节，是台华语联合礼拜。伫礼拜中，咱也要举办签名遗书，咱过往的亲属。请有需要的兄弟伫3月27以前提供相片或简书来制作投影。第7点，接续头拄仔报告，后主日上午7点，咱要伫交大土地的举行邀用礼拜，邀请咱兄弟拢来参加。今仔日的礼拜3，请到公馆来报名，教会准备早顿，交通的部分请咱家己前往。同时，即天中昼礼拜3，教会准备爱餐，请兄弟去家己准备满地。第8点，台北中会妇女事工部要定伫4月24到25号举办第47届爱修会，邀请姊妹报名参加，请按周倩如姊妹报名。本会消息大家在牧师有补充报告。搁续来关怀内底，请咱继续为着大医伫厝里疗养，搁有新生的囝儿来，搁有咱教会1楼甲3楼的礼拜日的整洁来继续关心内底。奉献的部分有内底的少年老叮当的，请来按会议来反映。咱即摆来所以即个关怀内底，请补充一点啦吼，就是咱昨有即个举行咱今天姚伟新兄弟的告别式吼，今仔日伊个厝内面的人有来甲咱中间吼，要甲咱说道声吼，咱请美月姐吼甲义军起立一个吼，起立一个，吼咱继续来甲因关心吼，一句讲吼，咱弟兄姐妹谢谢吼，咱继续甲因关心吼，这段时间吼，伊佫较需要兄弟姊妹的听吼，甲因三个弟兄来关心因吼，关心因吼，即个报告。即摆来读本周的题目，马太福音24章38节。因为大水先界日，若要入遮，因为大水先界日，若要入遮，上面，请咱来念上面的信息508首。天下万方万国万，天下万方万国万，咱去用专修。Oh
信心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一地，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